高雄的老车头按算明年1月要刷登去本地中山路的正对面，即马老车头也当咧做贴管的工程，大约8月就会当开始刷。工作人员徛悬悬，将板仔摕落来换贴铁啊，要甲2500栋的老车站称悬，因是靠下底这47支的接机。 逐工甲老车站称悬30公分，目前拢总称悬287公分，比一个人搁较悬。目标是爱称悬将近4公尺。4米这悬度讲实在，对阮人员来讲哦，伊就算有一个风险嘛。啊，搁作业上嘛算真困难。你看所有的人就是爱爬梯，啊无就用高空作业车咧施工。啊，所有的支撑啊，阮嘛是拢爱举梯啊，这梯啊拢真重啊。 现场人员对3月中就开始豆豆啊替老车站抽悬，抽悬的过程爱真细腻。对头先一工12公分，到即马一工30公分，毋那接机甲人工做伙称好悬，嘛利用电脑确定每一个所在称起来悬度爱平均。若是讲不平均哦，对伊的结构会产生一寡损害，所以吼，阮先伫个基础的部分，阮先做一个30公分的补强。 吼，互规个站体吼，伊个下骹基础搁较勇吼，啊，这样阮咧补强了后吼，阮才用千斤顶慢慢地抬升起来吼。老车站称悬3公尺，搁94公分了后，8月开始爱先往北边刷4.8米，然后搁对西边刷将近58米。铁道局按算，明年1月老车站就会搬到中山路正对面。这栋地冠式建筑会成做高雄车站的大门。保持迄时阵日本人去的时阵的一个特色哦，伊的包括伊的条啊吼，啊伊的藻井、天井的部分哦，拢是保留。 原生的迄个特色啊，吼。旧高雄车站起伫个1941年，内部恢复原地装潢，外观四角形的厝顶亲像伫一顶棺木嘛，真有特色。因为铁路地下化，2002年刷位，即马总算会当登外街。未来高雄车站就有完全无同的风貌。记者陈嘉文、罗伟哲高雄报道。